考下你，西番雅書講咩？呢卷書得短短3章，卻藏住成本舊約中最極端嘅反差。全書以逆向創世開始，最後以神必默然愛你結束。開頭話我必從地上除滅萬類，結尾卻講話佢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從除滅萬類到默然愛你，讓我哋一齊讀西番雅書 Zephaniah。西番雅侍奉嘅時代係約西亞王初期，主前640到609年。約西亞之前係兩位南國猶大史上最壞嘅王，馬拿西同亞門，佢哋讓成個民族嘅靈性徹底腐爛，連正義感都消失咗。亦即係話，西番雅面對嘅係一個睇起嚟毫無希望嘅猶大，一個喺靈性上已經死咗好幾代嘅民族。耶和華說：我必從地上除滅萬類，我必除滅人和牲畜，與空中嘅鳥、海裏嘅魚，以及絆腳石和惡人。我必將人從地上剪除。注意呢個次序：人、牲畜、鳥、魚，呢個係創世記第1章嘅譯轉。神唔係隨機列出幾樣嘢，佢係喺宣告一場有系統嘅解除創造。希伯來文更用強烈嘅動詞重複除滅，我必除滅，宣告呢個係一場宇宙性嘅徹底清掃。西番雅要俾讀者感受到罪嘅真正重量。我哋常把罪當作神會原諒嘅小問題，但罪其實係成個創造嘅反轉。罪唔只係道德失敗，而係將創造重新拉返混沌。第15節對呢一個審判之日嘅描寫極其陰鬱，憤怒、急難、困苦、荒廢、淒涼、黑暗、幽冥、密雲、烏黑，9個負面詞疊加，冇一絲光與盼望。甚至連勇士必痛痛地哭號，嗰啲最堅強、最能打仗嘅人喺嗰一日都會崩潰痛哭。呢段經文後來更成為中世紀最著名嘅哀歌。憤怒之日 Dies Irae 嘅源頭，莫扎特、威爾第、Verdi、貝多芬都為佢譜過曲。西方音樂史上最陰沉嘅音樂源自呢度。但喺最深嘅黑暗宣告之後，出現咗一個小小嘅詞，或者當尋求公義謙卑，或者喺耶和華發怒嘅日子可以隱藏起嚟。希伯來文烏賴，或者呢一個係極其謙卑嘅盼望，佢避免咗兩個極端，就係話既唔絕望地認為反正神聽，都唔盲目自信地覺得神一定得聽我。佢講嘅係神唔欠你乜嘢，但佢可能會憐憫你，所以去尋求佢啦。我唔敢要求，但我嚟尋。然之後經文發生咗毫無預警嘅翻轉。錫安嘅民啦，應當歌唱，耶和華已經除去你嘅刑罰，趕出你嘅仇敵。以色列嘅王，耶和華喺你中間，你必不再懼怕遭害。嗰個謙卑嘅，或者最後冇落空。第17節呢係成卷書嘅高潮，亦都係舊約中最溫柔嘅金句之一。他喺你中間，必因你歡欣喜樂，默然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。讓我哋拆解默然愛你。希伯來文字面意思就係他必喺他嘅愛中安靜。神對你嘅愛太深，以至於佢安靜落嚟，好似父母睇住熟睡嘅嬰孩，唔敢出聲。因你喜樂而歡呼。希伯來文 Yagil Alayik Berina 字面係佢要因你以歌聲跳舞。動詞 Gil 帶有極強烈嘅喜悅感，甚至有學者認為帶住跳舞般嘅歡騰。加埋一齊，神對你既靜默，因為愛大到無言，又歡騰，因為喜悅大到無法控制。
第三章兩次強調神在你中間，唔係在天上，唔係將來，而係而家。佢喺你嘅日常裏，喺你嘅眼淚裏，喺你嘅恐懼旁邊。呢預示咗約翰福音1章14節，道成咗肉身，住喺我哋中間。西番雅700年前寫下嘅宣告喺伯利恆嘅馬槽裏面應驗咗。如果你嘅人生喺黑暗中，好似遇到逆向創造，記住祈禱，繼續向神呼求，或者你個難題即刻解決，或者你仲要等候，但嗰位審判萬類嘅神仍然默然愛你。願我哋都敢於相信，他正在因我哋而唱歌。西番雅呢個名本身就係一個應許。希伯來文 Sephania 字面意思係耶和華隱藏。喺嗰個信仰最黑暗、充滿逼迫嘅時代，神喺審判之中仍然為佢嘅百姓預備藏身之處。西番雅書3章10節話：祈禱我嘅就係我所分散嘅民，必從古實河外來，俾我獻供物。意思即係連世界盡頭被分散嘅人，亦都有一日會嚟敬拜神。古實就係今日嘅埃塞俄比亞蘇丹一帶啦，喺主前7世紀嗰度被視為世界嘅地極，喺當時嗰度幾乎被視為唔可能認識以色列神嘅地方。先知竟然預言連地極嘅人都會嚟敬拜神。大約700年後，《使徒行傳》第8章出現咗一個極令人震撼嘅呼應。一位埃塞俄比亞太監嚟到耶路撒冷敬拜，喺回程嘅馬車上遇見咗腓利，腓利為佢解明咗以賽亞書中耶穌受苦嘅預言，並為佢喺路邊施洗。觀察佢讀嘅係以賽亞53章，彌賽亞受苦嘅篇章，佢似羊被牽到宰殺之地。佢正好讀到嗰段嗰節嗰個時刻，當腓利跑到佢馬車旁，呢個唔只係一次個人歸信，而係福音正式開始跨越民族、地理與被排斥者界線。而以賽亞53章本身就係列國最終要認識呢一位受苦僕人嘅核心預言之一。下一節話他必睇見自己勞苦嘅功效，好多人會因佢被算為義。如今撒哈拉以南非洲約有7億基督徒，包括天主教同東正教。肯亞、烏干達、剛果人口超過80%係基督徒。非洲以基督徒人數計算，可能係今日世界最大嘅基督教大陸，增長率亦都比歐洲、北美都快。太監受洗後，聖經記載佢歡歡喜喜地走路，呢個喜樂嘅畫面，都令人諗到西番雅書中嗰份彼此歡呼嘅喜樂。從嗰日開始，福音亦都逐漸向非洲大陸展開。一個小先知書中睇似遙遠嘅預言，喺歷史中一步一步展開，並且直到今日仍在繼續。願神賜福俾你，阿門。